咱这是绿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 97.3兆赫。咱进行的节目是绿色论坛，每礼拜拜五下晡6点到7点这个时间，由我李南雄伫遮为你服务。咱今仔日要来介绍咱怀念在台湾盲人教育之父，台湾盲人教育之父甘伟林牧师。甘伟林牧师是安怎来怀念伊？因为今年是甘伟林牧师过身90年，伊所办的奋古堂这个奋古堂创立120年纪念。咱今仔真欢喜，会当邀请到双连基督教长老教会双连教会的林俊玉长老来咱中间。林长老你好。李老师你好。要请教林长老吼，是这个甘伟林牧师，伊是来台湾传教嘛吼？是安怎伊会开始关心这个盲人，就是讲目睭无方便的人？这个甘伟林牧师是为阮的苏格兰遐来吼，传教师来到台湾的南部，基督教主要就是讲伫关心遮弱势团体吼，所以有特别看到即个盲人伫台湾，迄当时毋是做算命的，就是做迄个乞食，爱去人讨饭安尼就对啦吼。所以感觉因的生活真艰苦吼，搁伫一般人的眼中拢会看因袂起，甲因歧视啦吼。伊感觉讲遮个人若有经过教育，嘛是共款会当互伊甲一般人共款安尼，会当互伊会当生活较好势安尼。是。所以就开始讲特别关心因的教育。吼，伊要安怎伊要安怎开始伊的教育？迄个对盲人吼，对咱这目睭无方便的人的教育，伊要对倒开始？一般咱敢若会晓讲、会晓听的即个母语吼。是，就是讲，咱较说袂晓读、袂晓写，嘛是文盲啦吼。要受教育，就爱会晓读、会晓写。盲人目睭无看到嘛，所以只好就靠迄当时叫做碰字，也是以后佫发展到点字，吼，爱互伊甲一般人共款会当读册，会当写字，会当读，会当迄个毋若讲。也是听，读甲写拢有法度，就会当甲一般人共款接受即个普通的教育安尼。吼，伊即个意思就是讲，伊先教即个目睭无方便的人来读册就对啦。对。咱普通的，咱即摆一般，咱一般目睭会当看到的人，读册就用先教你认字嘛吼，来学写字对无？因的目睭无方便的人，你都无看到你要安怎学写字，所以你拄则林长老讲做用碰字的，是吧？碰字教因先摸遐，摸迄个碰字，用手掌指落去摸的。摸就讲这字是啥？这字是啥？伊迄摸是伊迄个字，迄阵的字是字摸起来是读安怎发音起来是啥物款的发音 ？OK。上起所叫做碰字，就是咱一般民间所用的字，甲创互碰起来。是。像大细大，咱是平平，爱去创互会碰起来大，一摸咧就是大安尼，迄叫碰字。但是迄对盲人来讲，就是讲伊速度真慢，搁因目睭无看到，搁尤其自细汉读失明的人，伊拢无即个形的感觉，立体感觉拢无，所以有较困难。了后，迄个法国的布雷尔，才开始发明即个点字，用6个点来做记号，来将所有的文字靠这6个点的组合，来成做因学的即个学写甲学读，拢用即个点字安尼。你讲迄个布雷尔，即个是一个法国人，伊用即个发明即个点，你讲啥？点字，伊
伊变做嘛会使讲，即摆全世界的盲人的即个字吼，会使讲对伊开始啦吼，会使安尼讲无？对，嘿。哦。一般即马因为伊即个6个点的组合，对因盲人来讲是上方便，会当变化各种的组合了后，各种语言，英语就英语一套点字，台语一套点字，数学一套点字，音乐嘛是一套点字安尼，因老学就会晓。咱即摆就讲尊称啦吼，尊称即位。迄个甘威林牧师是咱台湾盲人教育之父，盲人教育之父，就是讲咱台湾的盲人教育对伊开始啦吼，所以咱才会讲甲称呼讲是台湾盲人教育之父。伊一开始的时阵，迄是差不多咱18啦吼，1891年，咱讲120年前吼，咱拄则讲，咱来怀念甘威林牧师，就是讲，伊120年前创办一间台湾第一间互盲人来读册的学校啦吼，叫做迄阵叫做训高等，训是训练的训吼。教训的训练的训，鼓是吼，咱拍鼓的鼓，下加吼，搁一个目睭的目，吼，长是教长的长吼，训鼓长，这鼓吼，就是目睭无方便啦，就讲青面无看到的意思吼，训鼓长，就是讲要训练这目睭无看到的一个学堂，咱若要安尼甲讲，会使安尼讲吼，这就是伊迄阵伫台南吼，有一间叫做红光树吼，借迄个红光树来做即个训鼓堂。迄阵伊甲伊订约是讲，甲租5年啦吼，租金60箍。咱知影即个1891年哦，抑阁是清国时代哦，咱台湾迄阵抑阁是清国政府管的吼，甲日本人还袂来哦吼。即个伊去办即个学校的时阵，租金是租期是5年，租金60箍，要请到林长咯吼。伊这训鼓堂，伊安怎来教学生？一般即个台湾长老教会遮的传教师，伊对台湾一寡讲的，就是讲西方的教育制度，拢渐渐引入来吼。伊当时伫清朝时代，就是无即个正式的西方的教育制度，所以叫做训鼓堂。一直到日本政府来统治台湾时，1895年。1895年，就是讲伊日本。真早就有迄个比台湾较早，比清国较早有即个西洋的西方的教育制度，所以入来了后，因迄个日本政府嘛有感觉讲即个盲人的教育真重要，所以渐渐即个训鼓堂就纳入即个正式的教育的体制内底。变做讲即个训鼓堂，伊原本就是共租期租5年嘛吼，伊即个到迄个。1997年已经超过啦吼，超过5年吼。伊所做的即个红光树吼，都爱行人嘛，行人。即摆拄则林长老讲，这已经1997年日本人已经来啊吼，来统。